大家好，我係發仔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好值得討論嘅話題。而家 AI 機械人越嚟越普及，一旦放佢出街整出意外，到底邊個負責？我嘅答案好簡單，放機械人出街嗰個主人絕對有責任。呢個道理同狗主人放狗出街周圍行完全一樣，根本同 AI 機械人本身無關，千祈唔好將個責任亂賴落工具度。喺現時嘅邏輯同常理下，AI 機械人就等同於我哋嘅私人財產，甚至可以講係鐵皮寵物。大家諗下，狗主帶狗出街，冇牽好狗帶，導致隻狗嚇親人、咬親人或者引發意外，責任100%喺狗主身上，因為佢有絕對嘅責任去看管好自己嘅動物。同一個道理，指機械人之所以出得街，背後一定係機主設定咗路線，俾咗指令，或者根本就係疏忽看管。AI 系統本身只係一部執行任務嘅機器，佢冇獨立嘅法律人格，亦冇人類嘅意識，佢唔會論夜麻麻喺街度行，會唔會嚇親阿婆，亦唔會判斷自己嘅行為會唔會造成混亂。機主明知部機械人喺公眾地方行駛，隨時有風險，卻依然選擇放佢出街，咁呢個後果就應該由機主一力承擔，唔好將個波推俾隻 AI。講到核心呢個邏輯其實超簡單，就係放狗同放機械人本質完全一樣。第一，機械人同狗隻都唔係法律上嘅人，冇獨立嘅法律責任。第二，主人自始至終都係控制者、管理者、擁有者。第三，只要你將佢帶出街，放任佢喺公眾地方走動，就已經自動承擔起管理責任。所以無論係機械人衝擊路人、整親人，定係搞出其他意外，責任100%喺主人身上，絕對唔關機械人事。可能有人會講係 AI 壞咗，係機械人自己亂嚟，但我話你知，呢啲都只係推卸責任嘅說法，根本唔可以將責任推俾 AI 或者機械人。原因有3個。第一，機械人冇自主意識，只係執行指令。AI 同機械人從頭到尾都只係工具，同我哋用嘅電話、搭嘅電車、工廠嘅機械臂根本冇分別。佢哋所有行為都源於主人設定嘅程式、主人嘅操作同埋主人允許佢外出嘅決定。工具永遠唔會自己諗住整親人，只會跟住指令做嘢。第二，從法律邏輯同社會慣例講，向來都係管理者負責，狗咬親人，狗主負責；小朋友無心整親人，家長負責；寵物車輛任何機器整親人都係擁有者或者使用者負責。咁點解因為呢部機器有 AI 識行識走，就突然要變成機械人自己負責？根本講唔通。第三，將責任推俾 AI， 本質就係逃避責任。但凡機械人出意外，真正原因永遠係主人嘅問題，一係冇做好安全設定，一係冇睇實個機械人，一係亂放佢出街，一係根本冇預見到潛在嘅風險。所有問題嘅根源都喺管理者身上啦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機械人主人具體要負啲咩責任？我同大家講清楚，5大責任一個都跑唔甩。第一，監管責任，機械人外出必須有人全程睇住，唔可以隨隨便便放佢自動周圍走。第二，安全責任，一定要確保機械人嘅動作安全，行駛速度合理，絕對唔可以讓佢有衝擊路人嘅可能。第三，風險評估責任，你明知部機械人有重量會喐動，喺公眾地方有潛在危險，就有責任提前規避，避免意外發生。第四，賠償責任，只要機械人整親人、整爛公共財物或者私人東西，所有損失全部由主人負責賠償。第五，法律責任，如果因為主人疏忽管理，導致嚴重意外，仲有可能涉及民事賠償，甚至刑事責任。隨住 AI 機械人呢類科技越嚟越普及，走入我哋嘅生活，我覺得社會未來真係好需要針對機主責任同埋相關嘅第三者保險，制定明確嘅法例，先可以真正保障到每一個人嘅安全，亦都可以規範呢個行業嘅發展。
最後發仔同大家講一句總結，大家一定要記住，機械人就係現代版嘅鐵皮狗，你放佢出街就要負責到底，責任永遠喺主人身上，絕對唔關 AI 同機械人本身事，千祈唔好亂咁將責任賴落工具度。如果大家都同意我發仔呢個觀點，麻煩大家喐動手指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將呢個觀點傳俾更多朋友知道，係咪先？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我係發仔，下次再傾。